目前为止听到这个消息是蛮遗憾的啦，但是这个其实牵涉到2大财团，他们针对整个土地的利用以及饭店的经营各有不同的方针啊。那我们其实当然对于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爆发以及疫情的这个进行，也会对这个影响到财团他们做决定的时间点。因此呢，我们会加以深入了解，并且对这个决定，我们坦白讲，心里面是有点不舍，但是我们会希望说能够来撮合，能够然后拉近两边的这个差距，也希望说这个部分也不要影响到这个观光业的发展，尤其大义历史酒店有相当多外国的观光客，很多日本、韩国的观光客都落脚在他那边，那所以说这点我们也觉得遗憾跟不舍，那我们还是会尽其可能的希望说，这个部分能够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。他们要熄灯，正好验证了是这个旅宿经营的困难，所以说坦白讲，这是一个我们不期待的一个情形。担不担心造成骨牌效应？我们当然觉得说，对于台南市的旅宿业观光发展，是一个负面的因素，当然是这样子。到目前为止，台南市的这个观光饭店的房间数，包括女民宿的房间数，大概有13000多个房间。那我们也是希望说，这个数字是往上成长，不是往下掉。我们都一直有在跟旅宿业者互动哦，他是有跟我讲过说，他最近因为这个种种这个疫情的一些因素哦，确实他们在生意上面也受到影响。比如说，原本有一些长期的一些合作伙伴，像一些福伦社啦、狮子会啦，都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都把一些例会啦、聚会都停止了。哦，那当然婚宴啦，他们的餐饮其实做得相当的不错哦，也都停下来了。那住宿就不用说了，因为其实他们的日本客人非常的多，做得非常的好哦。那因为整个我们的日本其实他们的情况也非常的严重哦，那几乎日本客人也没办法来到台湾哦。其实这些都是很重大的一个影响啊，所以我才说等于也把他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哈，再加上这一根最后的稻草。那也导致今天有这一个无预警的来申请宣布这个终止营业。因为今天它的大量解雇的计划已经进来有251位。对，那我们后续劳工局大概是怎么去处理？那接下来因为明天5月1号他们放假，所以我们约定下礼拜5月4号。我们整个劳工局相关的我们的劳资关系科，就是劳工权益的部分，还有我们相关就业促进跟薪资中心，我们这3个位的同仁会一起跟他们做这样的一个互动，了解对我们劳工权益的维护，及最后他这个官长歇业之后的劳工，我们如何辅导他再就业的部分，这是我们下礼拜1 5月4号上午会先跟他互动，那下午我们的同仁会参加跟劳工筹组自治会来跟劳资做协商的机制。那所以还是要等5月4号。但因为这种大解雇件，它都6月30嘛，但我在劳工局一定要劳工权益的部分不要做保障。那因为明天5月1号接着来就放假，所以你跟他最快就到5月1号，我们会这跟把他因为他没有工会，所以我们要改革港编或筹组自治会，这样选出他的代表，还有他的跟资方的对应窗口要出来，这样大家能够在谋取大家共识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劳工权益的重点。你怎么才办几档啊？哦，几十档去啊，几十档去啊？无就开始有就到即嘛。10外档嘛有啊呢，10外档有啊。所以就开始有。无，这间要19档啊。所以一开始人在摆啊。我一定要一段时间哦。啊，你最常载到的观光客是？拢有啦，有南科啦，来出差来食饭的啊，拢嘛有啊。大陆的、日本的。拢有啊。但是怎啊有疫情较歹过尔。所以这阵啊，真正人客实足济了，对啊。黄色假日带1、2成咧，正正哦。假日是拢还有3成、3、4成。大海人客了，不能时啊，拢带1、2成尔咧。即摆疫情啊。啊，疫情进境咧，生意拢袂歹啊。对啊，还不错啊。还不错。有疫情了，就拢变1、2成、3成安尼在走呢。对啊。
像安尼，你一天会当带几个人客啊？大概啊？那无疫情影响啊？你就干那无人客，无人客人走了，差多些啊。因为我拢嘛是客人去出差的啊，啊什么日大人少啊，啊嘛无观光客入来啊，较少啦，较少。国内尔有限啊。你爸讲人家咧叫车就有差啊，我这个唔是讲说饭店，我个出人家的呢。哦，系啊。